各位同学大家好哈。我的难得来一次，那我晓得大家都很清楚，我来了就不是要跟各位同学讲学测或指考考什么，我反而要跟各位同学强调人生联考要考哪些东西。今天最后一堂课，我觉得有2个很大的重点要跟各位提醒一下。有一次京都大学一个教授在上课的时候哈，他做了一个问卷，他说有一男一女相处在一起，有一天这女的发生车祸了，她容貌毁坏了，身体残缺了，你们认为这个男的会不离不弃的举手？只有90%的人都认为不可能了，只有10%人认为说，一半一半。他又做一个例子，他说一男一女相处在一起，如果有一天这个男的生意失败了，他一无所有，家徒四壁的，这个女的会不离不弃的请举手。结果大家想一想，结果60%的人认为不可能的，只有10%人说愿意留下来，有30%人认为说不一定。结果这个教授笑笑就说：“看来容貌的丑陋可能比事业失败更难令人家接受。”但他又说：“各位同学，你们刚才回答的状况，其实都假设他们是一对情侣或是夫妻。我现在告诉你，如果这情况不是这样子，如果男的是爸爸，女的是女儿，如果一天女儿发生车祸了，容貌毁了，身体残缺的，爸爸会不会不离不弃？”这时候所有人都点头说会，他们相信爸爸不会离开女儿。同样的，他说如果是女的是妈妈，男的是儿子，如果有一天儿子生意失败了，他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，妈妈会不会离弃他？所有人都觉得不会。从这个调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，我们现在很重视的友情，或者让你们追逐的爱情，看似绚烂温暖，但其实往往不堪一击，经不起现实变化的考验。你们现在忽视的，甚至厌烦的亲情，反而在你生命最困顿的时候，会坚定的守护着你，对你不离不弃。我们人有时候生命坐标都经常在颠倒的。刚才上课发了一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是我在大稻埕码头拍的，夕阳余晖的时候。拍完之后，我没有马上离开，我想说在河边看看月色。刚好那天呢，都是乌云，我看不到月亮了。想说没有月亮，那我看看星星总可以吧？我看了好久之后，在缝隙当中看到1-2颗星星，我突然间觉得，好新奇哦，有星星，好高兴哦。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，当我们平常被灿烂的阳光或皎洁月色吸引的时候，你根本不会在乎那个星星的微弱光芒，觉得它渺小而又遥远。但等到太阳、月亮都不见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星星那么可爱。父母对我们的爱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当你们现在友情、爱情温暖你们心中的时候，你对亲情是没有感觉的，认为它是微不足道，甚至是厌烦的。但有一天，当友情离去了，爱情消失的时候，你生命陷入了困顿。当你昏天暗地需要支援的时候，你蓦然回首，才会发觉父母亲却不会因为你的背弃或者厌烦，他在那里坚定的守护着你，他对你不离不弃。所以去年母亲节前夕的时候，我就拿了这张照片，我在上面写了几个字，各位同学跟我一起来看，可以吗？我说，年少的友情和爱情，就像太阳、月亮，光耀温暖你的生命。但太阳再灿烂，黄昏时候终会离你而去；月色再皎洁，也会有阴晴圆缺。唯有那渺小遥远的星星，在你生命昏暗的时刻，对你不离不弃。父母的爱就像那星子一样，在你心中虽被太阳、月亮掩盖而渺小，但他对你的爱却永远坚定而强烈。在这感恩的日子，不要忘记给那孤独守护着你的心智一抹微笑，一句感谢，一个拥抱。我去年在这时候发给很多同学写，希望在上面写一些话，表达对母亲的感谢。现在母亲节过了，后面还有父亲节，或者是你爸爸妈妈的生日，很期待各位同学，在你生命里面觉得值得感恩、应该感恩的日子里面，在上面写一些话，对你爸爸妈妈表达你们心中的爱意。你们的一抹微笑，你们的一句感谢，会带给他们生命无比的能量。这能量足够让他们抵挡工作上的压力和生活中的悲戚。同学，重要日子，请不要吝啬你们的情，请不要吝啬你们对他的爱。或者，你可以把它压在你的书桌上面，随时提醒你自己：当你在追逐友情、爱情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
亲情才是人之间不计代价、坚定不移真正的爱。此去而后，你们一生路上会有很多的困顿、颠簸，甚至会有很多的背弃，甚至背叛。当你们昏天暗地的时候，唯独值得你依赖的、值得你信任的，就是爸爸妈妈对你的爱。请不要忽视这份爱，更不要厌弃它。请各位同学把这一点谨记在心中。第二点，这堂课结束之后，你们以后就考试、大学之后要各奔前程，你们就开始追求人生的成就。但我今天要告诉各位，人生的成就两种，一种叫事业上的成就，一种叫生命上的成就。你们现在所谓的好好用功读书，将来好工作、好赚钱，将来会很成功，那种成就叫事业上的成就，不是生命的成就。生命成就它的核心价值，就是有利他的观念，因温暖别人、关怀别人而已。有生命成就的、有事业成就的人，未必会有生命的成就。但是要生命成就的人，你未必需要事业上的成就。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，李家同校长写的。他说他们高二那一年呢，好几个朋友到桃园的元素林去，然后他们在一家寺庙叫斋明寺，然后跟老和尚聊天。结果他们临走的时候，老和尚帮他们每年都算命看相。结果后来老和尚就指着其中一个人讲说：“你将来前途无量，你成就最大。”他们当时认为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指的那个人成绩普通，而且家境贫穷，将来准备去读师大特教，因为那个是公费的。他们同学里面文武双全多的是，比他优秀很多的是，怎么可能是他前途无量、成就最大呢？他们都不相信。结果40年过之后，果不其然的，那个人被指的那个人阿丁，他真的是当一个特教老师而已。然后他退休之后，就在孤儿院里面当志工。他的同学里面，李家同自己本身当了大学的校长，里面还有人当部长的，也有人当中部非常有名建商的大老板。每个人成就都比他大。他们认为和尚讲话真的不准。那后来他们想说40年了，他们想要重聚了，他们就回到桃园元素林去了。结果呢，他们就去找那个阿丁，发现阿丁在那个孤儿院里面当志工。发现他蛮可爱的，很多孩子每天都来黏他，就吵架叫他排解。孩子跌倒了，他就帮他擦红药水。孩子每天都黏着他，好像他的孩子一样，他快乐不得了。但是发觉他们每个人都我们好像都有身份地位，好像会不会像那个身段呢？好像孤单一点点。后来他们说要就地重游，他们就去斋明寺了。老和尚当然不在了，他们这时候就坐在大汉溪旁边，夕阳一会看着夕阳。这时候有人就提起以前的事情，说：“他说以前老和尚说阿丁成就最大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看也没有啊。”结果几分钟之后，有个教数学的教授就说了：“他说我知道了，我想通了。”他说：“阿川，你不是当部长吗？你以前叱咤风云的时候，我们见面都很困难呢。但等到改朝换代你下台的时候，哇，你虽然在大学里面还有一个教授位置，但是你已经没有影响力的，没有很多人给你吹捧的，你不是很落寞吗？你没有了啊。”他说，就要指着另外一个人说：“你现在是大奸商，几年前金融风暴的时候，你每天怕倒闭，怕跳票，你头发都白掉了，你忘记了吗？”他说：“再说你看看，就是我们当了校长，我们当了部长，我们当了董事长，我们再有权再有地位，我们影响的、我们照顾的，只有我们个人而已。所以，就算我们地位再高、再有财富，我们的成就只限你个人而已。你看看阿丁，他照顾那么多孤儿，照顾那么多特教的孩子。”他虽然没有了自己，他照顾人才多嘞，所以我觉得老和尚讲的很有道理，他的成就最大，因为我们成就只在个人而已。这时候4、5个60几岁在台湾顶尖的人物同时点头，觉得他分析非常有道理。就后来他们会回家路上的时候，有人就抱怨了，说：“40年前的老和尚干嘛不一次就讲清楚呢？让我们人生绕了一圈之后，才晓得原来事业成就不等于生命的成就，为什么不讲清楚呢？”有一个人就说了：“像我们这么没有慧根的人他说了，我们也会听不懂啊。”我觉得人生真的这样子，有时候说了不一定听得懂，往往绕一圈之后，才晓得我们年轻时代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坐标定错了。我们只在追求我们事业上的成就，追求我们财务地位，但心中缺乏了温暖和爱，往往都是这个样子，往往都绕错了。那个花莲门诺医院的黄胜雄院长听过没有？20几年前，雷根当总统的时候发生枪击案，雷根被枪击了。那时候有6人抢救小组抢救雷根，黄胜雄是其中一员。他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脑神经外科的医生，
雷根的随行医生年收入100万美金以上，他当时叱咤风云是华人之光哎。结果那时候我们那个花莲的门诺医院是美国的伯尔兰神父创建的，他几十年前来台湾照顾了东台湾的很多的子民。他老了，他想说我要去美国找一些医生，因为台湾人都跑去美国当医生了，找个医生回来接棒，照顾自己的台湾人吧。结果他去那里找好几次都很失望，没有那里优秀的台湾人，没有人愿意回来。有一次伯尔兰神父在一次演讲的时候很感慨就说了，他说你们台湾人都很奇怪呢，你们在台湾受了很多的训练，受了很多的栽培之后，就跑到美国来居住，然后在这里赚钱，然后在这里成就公民啊，都不回去照顾你们自己台湾人，都让我们外国人去照顾你们台湾人。你们都觉得美国很近，花莲很远哦。结果黄胜雄院长说，他听了这句话之后，他回家路上开车的时候一直流泪。他觉得美国很近，花莲很远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。然后他后来感动之后，他毅然决然的接受伯尔兰神父的教召，他就回来当院长了。门诺医院一个月给他20万，他退回10万，他只领10万而已，这跟他以前的收入天壤之别。他不请司机，他自己当司机，到现在75岁，他还自己开车，不请司机的。他照顾了东台，这几十年来，他照顾东台湾的子民，受到多少人尊崇。台湾医学界只要讲到黄胜雄，大家每个人都举起大拇指。但是当年他回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很错愕，都很惊讶，他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多的高薪、那么大的地位，而回来台湾？没有人要去的花莲呢？人家问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回来找灵魂。我回来找灵魂，这句话讲得多震撼啊！同学，我们人生往往在追求我们不管事业成就的时候，往往会迷失了灵魂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你们就开始这样子的，你们都没有发觉吗？你们现在为了要追求成绩的高度，你看看，白天上课，晚上补习，为了英文模拟考，你们每天都用功读书，但是我敢保证，你们已经很久没有跟你爸爸妈妈好好吃过一顿饭了，你也没有很久没有跟他聊过一次天了。甚至有时候压力太大，还摆脸色给他看。你们在追求分数的高度，就忘了家庭的温度。你可能成绩越来越好，但你跟你父母亲的感情就越来越薄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为了追求分数，你都掉了亲情了。你以为这是过渡时期吗？同学，没傻，别傻，这起步而已。像你出社会之后，你为了追求你事业的成就，你会赚得更多的钱。我告诉你。到时候你抛下不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会将你的妻跟你的儿各自在旁边，你每天交际应酬，每天加班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亲情会一样会淡忘掉，友情更惨了。你出社之后，每天都想找有利的位置，交有利的朋友，连朋友交往都是算计。这个人我跟他交往，这个人对我没有作用，不能帮助我，我不想花时间给他，我不想跟他交往。这个人对我事业有帮助，让我可以攀升的，我就跟他交往，变得好朋友，还称兄道弟，好得不得了。等到利益有天解散了，又形同陌路了，不是这样子吗？连朋友都算满了很多的计算在里面，朋友都这样子的，社会上那些偏疏远的人呢，弱势的人，你会照顾他吗？你会觉得更不相关了。结果你为了追求事业高度，人性中最重要的情跟义不见了，每天都是想着名跟利而已。麻木不仁，每天都是像行尸走肉一样，只想什么东西可以让我赚钱，什么东西对我有好处，都这样子变成一个会动的植物人。到时候也许财物到手了，但是灵魂就游走了。太多人都是这样子，我吴越曾经也是这样的人，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多年前我的事业到达一个阶段之后，人家都认为我很成功。有时候我去演讲的时候，人家会介绍我是成功人士。坦白说哈。我听了内心是很惶恐的。有时候我回来之后午夜梦回，我想一想，我真的有成功吗？我虽然有财富地位，但是我却没有得到人家的喜爱，更没有得到人家的尊敬。没有，我得到财富地位，表面上看起来很绚烂，很灿烂夺目。哇，你那么有钱，那么有地位，但告诉你，我内心晚上是很空虚的，我是很不平安的，因为我换来的只有很多的批评跟攻击而已。所以我那时候在恍然大悟。原来我无业只在经营我的事业，我没有经营我的生命。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情谊，因为要追逐事业，我丢掉了；我重要灵魂，我迷失了。所以我在5、6年前的时候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我才决意勇退，离开补教界。我回去依然做基金会，我将我赚的钱做了一些适当的安排。这几年来，我觉得我丢掉情谊，渐渐回来了；我迷失灵魂，我渐渐回来了。我心中才开始感到平安，才感到喜乐，甚至我还有点使命感。
因为我在发觉老天爷给我那么多的财物，要有让我更大的能量去帮助更多的人。我发觉我的今天的财物是老天爷的托付，我更高兴，所以我认为我有使命呢，我被神托付了呢。有一次我跟黄胜雄院长聊天的时候，我还问黄院长说：“黄院长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人来到人世间都带有使命而来？”他跟我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想，我到后来晚年才这样想，到一个年龄之后才这样想。”我说：“我也一样，我说我以前很爱钱，我只是想赚钱啊。后来我才觉得我有使命呢。”同学，黄院长也好，李孝同校长的朋友也好，都台湾一流顶尖的人物，都到晚年的时候才发觉，前半段可能在追求事业成就，却迷失了灵魂，丢掉了情谊，然后再幡然改悟，去追求生命的成就。我今天在这里讲话，我就是不想40年前像那个和尚一样跟各位打哑谜。我现在明白告诉各位同学，事业成就跟生命成就都很重要，但生命成就绝对胜于事业成就。事业成就固然很好，可以激起我们人生的斗志，让我们拼搏向上，每天奋斗有重心。但是如果你在追求事业成就的时候，如果你只有唯利是图，你就容易丢掉你的情谊，失掉你的灵魂。到时候你可能会变得很有钱，但除此之外都没有，你又穷的只剩下钱而已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事业成就，但你心中有利他的观念，你能够关怀别人、温暖别人，你就可以像陈树菊女士，可以像德蕾莎修女一样，得到生命的光芒。真正的成功，不是你要赢过多少人，而是你在帮助过多少人。真正的成功，不是你去赢过多少人，而是你帮助过多少人，这才是最高的生命成就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如果将来老天爷赏识你、宠幸你，给你亮丽的成绩，给你璀璨的事业，你将来有财务地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据为己有，或者永财之凤，反而应用这种财务地位去照顾更多弱势的人，这样你的生命成就跟事业成就才能够辉煌。但是如果老天爷不宠幸你，没有给你亮丽的成绩，没有给你璀璨的事业，各位同学不用悲伤。陈树菊、德蕾莎修女都是没有璀璨的事业，但因为他们温暖，他们有温暖有爱，愿意关怀别人，他们何尝不是受人世人尊敬呢？所以期待各位同学，而今而后，你去追求你事业成就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唯利是图，不要忘了情义，丢了灵魂。你在追求事业成就拼搏的时候，你每天要不断的要让自己有爱、有温暖，尽量去关怀别人。这样的话，你不但有事业成就，也有生命成就，你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。今天最后一堂课了，很多同学少则2年，多则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来无畏国文7年了。我想各位应该有点依依不舍，但这是我无业绕了一圈之后，我觉得人生里面我最痛的体悟。我要告诉各位同学，那我最后用一首诗跟各位同学道别。我知道你有远大的航程，只要扬起你的心灵之舵，而我也将更往前进。让我们在遥远的海天之际互相招手。我知道你有远大的航程，只要你扬起你的心灵之舵，方向盘的舵。我想各位同学，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每个人的天路都不一样。你要追随你的天路，追随你的心，勇敢的做自己。你可以追求你的生命成就，当你认真的追寻的时候，同学不要忘记，你对台湾这个社会，你有一份责任，甚至你有一份使命。而我无业将更往前进，让我们在遥远的海天之际互相招手。我今天来这里不会空口说白话，我回去之后，我一样会做更多的事。我不只希望我当你们经师，我希望能够当你们人师，我可以当你们学习的典范，甚至榜样。今天离开这个教室之后，也许就不会再走进这个教室了，也许我们在世上都不会再从此不会再碰面的。但各位同学，当在追求你人生成就的时候，你在尽力的时候，我们无业国文的同仁都会以你的成就、以你的付出为荣，那我们也会更加的努力。那其他各位同学，不要忘记勇敢的做自己，勇敢的做自己，让自己有事业成就，更有生命成就。然后对台湾一定要尽一份土地的责任，尽入我们知识分子该尽的使命。也许从此不再见面，但是告诉各位，每个人都做自己。你点一盏灯，他点一盏灯，我点一盏灯，台湾这个土地就亮了，台湾就有方向了。让我们在遥远的海天之际互相招手，
最后祝各位同学一生都平安顺利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好，谢谢各位同学，谢谢。我们。